郭定峰、苗荣，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晨好呢，早晨朋友观众，一场哪子个的人战，胸插苗荣。2009文山苗学会春暖苗山文艺晚会现在开始。文山镇孟学会奥查林家乡，跟腾老人头南肯腾。光临我们今天文艺晚会的领导有：周委常委、周委宣传部部长熊荣元，周人大副主任孙天竺，周人大副主任马正新，州政府副州长张秀兰，州政协巡视员杨国顺。今天光临我们晚会的还有文山城区的退休厅级苗族老领导和州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廷友，州委宣传部、州民政局、州民委、州文化局、州广播电视局、州教育局、州社科联、文山日报社、文山人民广播电台、文山电视台的有关领导，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到此完不得再讨你们。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光临我们今天晚会的还有州壮学会、州瑶学会、州彝学会、州蒙古族学会、州傣学会、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欢迎他们。同时呢，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红河州苗学会以及平边县苗学会的有关领导，掌声欢迎他们。我们今天的晚会得到了京城房地产的大力协助，在这里我们也感谢他们。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熊荣元讲话，有请。到此完不得再讨。毛狗的梦的朋友各位，大家要上。毛呢，被孟学会记住被国家改革开放190的光辉的日子，若基本被蒙了熊那的迎春文艺晚会。然后呢，我要代表州委、州人民政府向全州各处人民，向全州老家北望的各地们北路上，祝大家要要差了一胸，我都老，我都好，那是团结，家庭和谐。不熊呢，全州经济社会被有起到了差的成绩，各项经济指标被要提升，要全国被的各种指标的政府都是洒脱全国提升，所以呢，被要呢被一种形式呢，若纪念被国家改革开放190，若祝贺被熊呢。被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起到荣的成绩，我希望被的各地们要认真工作，认真生产，要被迈向小康社会的进程当中，通过被自己的勤奋努力，搂住全国提升，迈向小康社会的进程。希望被各地们要紧紧的团结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州委
要作为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北路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化掌管，认真活动工作，认真活动闹好。最后呢，祝毛南路晚会获得成功，祝北地古地盟新年活动闹，活动好，的步永远都荣山，的肉永远都漂漂亮亮了。我大家来走了。那熊容蛋就容他，熊肉蛋头就熊叉。让毛南北地古地盟长上鸟话给，让在那里找破战弱差营养，团团杂乱少给生，正到一种草人好怒好知，他朋友居了呢，干啥老的鸟头引到容诺鸟。春满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大地，四季长安。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气氛当中，我们文山州各族儿女告别了2008，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009。今天晚上，我们欢聚一堂，相聚在这里，共度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北九兄党的改革开放的势力引对交叉，传书少着被中国错路对去，那传书少着被半头对错路让梦，加北的古地盟呢，我都路能干人才。河南北的古地盟兰州错还能艺术的同沙共治，多得有人抽制北盟路容能找到干。3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们文山州的苗族同胞也和全国人民一道，充满了激情，昂首阔步，迈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的新征程。那忙了呢，端着杯多次我给抽金亭老热的么，文山州蒙秀会。他们红河州平平县的蒙秀会的叫古地盟，你们让拖着北的古地盟路容能，那也看作蒙的蒙球鸟大多。今天晚上的文艺晚会呢，是由文山州苗学会、红河州平边县的苗学会将以春满苗山为主题，给我们带来一场异彩纷呈的文艺晚会。那么首先要由文山州苗学会给我们带来一组舞蹈节目《苗山春风》。
改革开放30年，苗山旧貌换新颜，多亏有了共产党，苗家人的生活比蜜甜，苗岭处处都和谐。改革开放北九乡，北梦容人弯道梦，伢子老来路半班，公龙站上路半趟。你那北梦我到路容人，头多子只得脑干共产党。下面呢，请观众朋友欣赏一组综合节目《苗山春雨》。报歌罗不能美，鸟水潮，我都长只黄牛车。得干么邻居吃饱哦。鸟水潮，提水空盆出场地，花空花龙黄牛车，提水泥路干地，路上多少干地车，一人介绍落下说，刚刚花口执行队。宣传政策都要按路梦，抓多赚财过山头，双工担起背后重，那不那有自信头，做将做进按了风。有的梦，人就到，望头感应找你拿，给人给了配到站，给了给好配当道，你那飞梦我容内，这的老板共产党。有的梦，没那口。那熊弄断，那熊差，飞梦中内挖头那，那熊差断，那熊中，飞梦中内挖头熊。有的梦没不中，老奴的。
动脑子究竟能当风雨跟落梦，让我们最终教，培养人生风骚城市北梦路门场，让我们最公正，培养通宵同志城市北梦路中内，路内。个仔你个仔，老板家都知道脑袋，老好大哪知道好笑啊？个还人头到200人弄人，我哪个都哪知道啊？晒落地老啥子走哎？个当真也冇大。都有搞哪？我那这次都搞到澳大牛啊！要打估计么找伢找那熊那么那子么废料有的功能啊！么那子讲澳大牛更大啊！要打要来下打个仔，我嘞姑娘干么？个只得快背，或者得留下点牛啊，我在我都容他，得讲点龙，我那这么年帮打嘞。家姑么嘞搞那这的跨过啊！搞鸟这或者穿路穿给搞这的草啊！1分2分，家姑么找。但是哇，
干忙了就要做干找一做给，这得让忙乱狗叫乱谁，忙做了就要做给找一做干之光，这得让忙乱谁叫乱样个。啊，都要搞哪？不要对我那就当着那个孩子包过的啥，输了得楼下呢。我没了脚路开一路弄啊，还用落地子叫搞他过，我唱干头唱弄。我头了脚路弄一路搞，还用落地了自己搞他过，就唱弄我唱搞。搞东就打哈哩，搞下真的弄。要真的呢哈。我当才搞在中北梦，不杀了的人才不说，普拉拉嘛有用的，干嘛我同那不忙过人胡子，普拉都是那干了嘞。搞这点菜，搞做菠萝沙，我怎么到啥个呢？我来搞在，搞么子头条，搞来找干弄。在搞鸟这个酸中啊，加点冷芒他呀，多收入，就如这样个，个人个路都能会。搞鸟这个酸中加点冷芒他呀，多收巧，才就如这样个，个人个路都能找呢。我来搞在，干嘛忙咯？不忙了，搞鸟这个我让他的女孩好多楼啊。那，搞我啥都忙啊。
尴尬他啦。小兰，不要，搞到尴尬他。都尴尬。阿嘞，搞到尴尬，刚刚等他。哎，我刚长个耶，到几到处啊事呢？我嘞，搞车上弄弄噻。哎呀，车子上子出了。车嘛，车上弄弄噻。哦，你拿车上干弄个？阿嘞嘛。哎呀，当然是他了。不要，我搞车上也能弄啊，搞个路噻哦。哎呀，车子都是用嘞。啊？啥事呢？跟那点完给民众最重要，跟那还。好的，好的噻。妈，妈，妈，哎呀，要搞治理呀，搞么噻？知晓不？没有，想再他嘛？我嘞，炒冷就吃要的，长东嘛对绿，咋夸他还漏得多咯？我想弄个事要做唔着了呢。哎呀，这个老公还，哦弄啦，晓得是都弄那是都重啊。你要这一毛呢，夸沙狗到的摊主手刷高手，一毛为门都单毛，一大件这么肉的带不来，哎，你帮我咋吃？哎呀，我们宽菜了吧？哎，知道，啊，老光哎，这只叫老兄想我早就想，宽菜是吗？知道。哎，告诉是个一头的你就不是呢，那头30少。哎，知道，我咋知道呢？没有，一顿好来莫弄谁，一顿瓜来要莫应该，多的老多人是如果你考究来甩宰了他，这还要子了嘛？晓得。这谁被要子要我们猜个私人猜的吗？哎，越知道，我呢，都我们这都只能差不，要是人少不哎，这越多不要知道，越知道。呀，还是都想了办法。哎呀，只管你呢，只要把俺拿子弄的多。哎呀，那你猜到了俺拿子呢？呀，走你抱着电话俺拿子的嘛，妈把他们给子炖了。妈，啊，弄就让往右上，好歹弄了多亏中了款用事那是，长得只不多个等漂姑娘。哎，好没好，一下就款菜，我们人菜哦，高班就转着档次了。那简直了。哦哟，喂，同志说头，刚几把酒了就做指头了，啊，活么子弄就是好熬没办的，好我多咋这个好么对帮啥呢？哎，好没好就高班，我就敢口的，款菜比款子多。啊，不做到动作啊，夸啥呢？这个奥尼山长，咱娘往到了说长，他差10万走。哎呀，做啥也多了。哎，没那多了呢。Tim lòng lên than, tim lòng thắt quả lá, cú lúa xoan thay tan sư mà lệnh thiếu lúa khoa na.当那去高路上大门能的红菜，结果过路上多。这一波当都让人早上做多难，多谈脚对呀弄那，去看路
要吧，够暖，反倒你这同志个伤的我们头不当你叫烦呢。哎，个暖。哎呀，你这是到条同桌个伤的个路人家吗？看那个家叫烦呢。哎呦哪有？哎，长得懂来了。哎，娘娃哎，从当那个喊你对，我到了欧陆小时，让老婆给我那种个，今天上挑战就个很多。哎呀，这是不晓得那不难做的，人少的就干着做人担当，我你绕在旁里靠喊就练，一转在旁边路你总不怕，我你做错搞你。啊，刚才我不是菜，我手不得嘞，人家我那腰动腰的在扶手过，他挂在宽上嘞，我那打下去。真是啊！哎呀，宽了，要宽伢那宽活的，宽着。宽活的噶，不看你让主要讲谈。这样，不要头叫这次不说的，到这个差了是。看到，刚才他说的是啥个？蹦大蹦。妈，大家不都要都来？啊，越是换你我还穿菜了rồi。哎，他这妈妈，他们帮你估计我白做干白做，你更专注更多的。那，我就干白做更专注多。做那多人了你做，打你人了那做那多做了你。哎呀，没有做这个，哎呀，这身体是气个了。哎呀，就同志不跟上了说，我敢多现在我的娘要吃。哎小娃你。哎呀，这是，个娘喊那个啥子？我看我熬的一头家多都叫啥呢？我还哪干嘞？我没头家多少个？哎呦！我想问那呢？他这一个说话抢我话。我。看多家真正不是了，多家。哎呀，等我靠我毛头你现在都往东走啊！呀，你自己让我认着。哎，他这个打到个，我熬的一头家，我抢了个3个。来。哎呀，这啥了？张多兄弟，搞了你上海就法官。呀，俺就搞呢。叫你精神那么个真呀啦！干吧。慢慢对，后来都被叫刚刚找了杀了。哎，这咋还一般了？那，在后班。刚落那么。哎，这样吧，搞了后一班。好。哎，要吧，搞这点话，可我能上到3口菜。他说这瓜哈，你那要不要同你吃喜欢个破老子呢？好，这瓜，那要不要同你吃喜欢？哎呀，你要吧，反倒就叫同桌，被些盘门生多，你哈过了，搞哪搞咱俩又被些熬肚吃了。同桌被些们的噗给做的是哪在乱噻？这熬肚吃哦，你都干叫么的什么？哎呀！这同桌搞哪搞这个先被些哥们搞做的小姑娘不了。他说等你进去才那怎么看了？好，只看了，我那边工厂那的政策中了，搞么这种太棒的吃还钱不要背些呢，棒头上开花干好mua的东西啊，我那背些得mua来喽。要呢，我那打你政策中了噶，被相约了子，被寂寞了子，就是我说你不难做了没？
呀，怎么一头你钱，不头你谈嘛？当然要难过谈呢。哎，娘们，我这就辛苦了，刚着，至少长了这么能说，你这多了这么能治，不就咱们多没，还是想帮助你做。哎呀，娘们，啊不管了，花那个一包吃那个，越补越胖，只好熬多，高要走都讲究的嘛。有呢？有了嘛？哎呀，过新年还得要高兴呢，高兴呢还不得过新年哎。呀，我你没人包吃呢，我从小越多多。越多，刚刚托过在屋头搞。好，哎，你看这。我哪知呢？没人包吃呢，我想越一头去，我熬了菜骨蛋你都拿支吃啊。熬菜骨蛋拿支吃。喂，熬菜骨头拿支持我咋不说？熬菜骨头拿支持恐怕就糟。熬菜骨头拿支持，哇！熬菜骨头拿支持，哎呀！哎呀！娘们，哎，大头们，太差了，太快了！俺娘这么就帮我给多给我赞说了。咦，就我一场是脏话吗？哎呀，就我一场嘛，咱们在考虑之前也条路好着嘛，拜托你能就我一场呐。哎呦，想不中好法呢，难道拜托好没上想得不？我把结婚证要把准生证。哎呀，把那是你结婚证，那是准生证，我家人怕大嘞，敢想快过他个，做多了都乱。哎，哎呦，你去干啥噻？哎呀。我还是我都帮忙啥过。哎呀，快过了，赶紧的，好，我们好好。哎呀，熊包子这种过，赶着时间了。那后几年后头你包包那呀？我大家。拉。我怎么好？唱着哦。娘们。哎。公主，第一首等到毛头面弄的活得跟姑娘狗嘞。都点头了，好了，是狗娘狗姑娘狗。哎呀，这敢看过了，让他们不凶了，你还得弄子噻。哎，娘们，告诉咱们公主个喊得着。好了子啊。哎呀，多那去，等你滚去，你左手都在脑袋里头。哎呀，我那一记得我没谈。哎呀，娘们叫那算了之后，我们刚绑头上时，都叫门前，门前是个木脑头想，妈，我头想我找门，弟兄我死头了。哎呀，我叫王子噻。我你们叫好你们叫都会叫他呢。都搞一口啊！叫他们给我整牙了吧？都一口哎呀，娘们公主，让我不能送饭呢，你长得不得，要么这家人怎么中多大个？哎呀，这是，那都知道了呢。要那是敢看我们，跟不到看看。啊，不到看看，哎，不整牙了，不到看看，不到看看。你到快快！哎呀，出来了！出来了！告诉我了，是吧？我手里难了。让我可反正是出来给你们为啥？当真是那老啥子老啊？多次闹卡闹钟，老弟们啊，阿边农场的古门场对对上急了一转。背地都冇能张论能啊，用我手路啦，落就忙背忙走啊，对啥肉啊，一路梗比一路倒啊，等我爱莫钱啊，对象都呢，一路梗比一路倒啊，所以呢，莫能就莫对能呢，还成了凹路路，
啊，鲁说呢还有那北天有九湖，晚上有麻将处啊。我鲁弄海呢是吧？若怒莫酒后，毛肚呢莫麻将斗。但是呢，要顾害呢，顾也害我呢，顾害的。若怒后酒混怒肉，毛肚丢炸干猪肉。喂，还没个报告要领去啊？每次报告要领去啊？哎呀，每次报告嘛，我就是要到那有弄的。哇，那要不如拿收音机，那毛肚没海猫空张了嘛？咦，还说对海猫空张呢？嘿，我在苦奥被你养错，还那么奥在毛被中错了呢？这场中呢，要顶到那棒都能干，我们知道归到那门口漏啊！你莫不三鸡三给，你还觉得？对，搞非要一顿那啊个真是要痛卡嘛！哈哈，传明那个，哎，过了嘛，你三鸡三给啊？没还你非要顿那呢？你真是要一桌餐啊！啊，其实呢，啥个？你是要如果如果我做错的话，错不许，我就还喊你那个的，对喂，错不许嘛，简单的很嘛，我卡个，搞招募这个一个按照我的方法么过啊，不许嘛就是要过了自首路上啊，所以呢，被等猫搞我一等了，高等呢搞我被等了。只要不在努力广告知道都要说过，哎，也招唔了。知道一兄弟努力呢，也还找到了，哎，我晒了你，哎呦，如果一样一击都用啊，其实你啥个？你是要当如果我做个我错药剂，我那错药剂咪更加简单啦，搞找么不怕个？一努力毛做咪搞我被努闹嘛个，被努力毛做咪搞我狗努闹嘛。只要不在努力搞给都不冒白样啊！没之前要到美都之前那么按照我的方法那么使一话都指令那么，我就是配料葫芦拿收音机海猫空张啊！对，那么还拿被动的还到累人嘛，就害我自己嘛，一害做我自己嘛，没得包啥？这难道那我道理都忘记啊？你感觉啦？你知道到年个那乱那背多你感冒了呀？我到时背过一句话都要熬打，但是我报错啊，我叫本台本他就用来了。我能弄不的，哎，我的搞我做那之错啊，叫路本来做用晒落到呢。不但够背木背来背嘛简单嘛个，我做那弄厉害，做那个话弄死那叫路本就用嘛。哎，老板的。弄一打中差了，哎，等他弄死弄还对么啊？中大被那么弄死他，我他弄死人刀得很嘛，刀棒刀子要你不成啊？老不大哎，个人们打的穿就是先上水了，刀棒刀子都没弄死啊，啊，个穿的尿的了。为了证明我是靠街，我就没路开到波山，过么晒猛晒路不大，哎，搞咩？叫那花弄死呢？叫那要过人嘛个？我的对，每次要包笼子，每次包了好包，每次要包肚笼，每次包肚干啊。落层楼还得一头布要走nhà，那要走药；一头错呢要包路弄，那要包路说。过人那么要路弄呢？路说每次话弄死呢？你还敢要嘛个？啊，还说的呢，我是当时摸错这苦嘛，我好走人拿着动手术的呢，因着呢，我大娘就他我做啥去，那我请出来还过的，也老哎，搞到那个都难多少个，从努力给我都想要往这来扎那的，做话那在你哪路都没那么好干吃。那么丢，讲到路子规矩哎，咱要咋都么丢书当来话呢？一到那我屋里要到这哎，还大家么弄那电视机，他那冰箱叫么哎，你到啥叫么丢呢？
我还知道嘞，我都还搞啥搞上到一路办法，赶他都全部救你啦。是你在搞是救你了在，哎，也老人家公大人了在，让人多你弯到后路，晓得吧？哎，那你那大家带着都拿啊，下头拿包肚了啊！我恼了，我啥他们包一嚷嚷啊！我喊他那个子才告诉我的，我你好多人家到这，我到那料理错样，我上多，我才对人那是我手术是心里了。我就背抓我多抓的就三木住了，我晒了我做了个，一都难出后入，让这张难不了让入住，我没说路好不啦？开考我，我你老唔大我晒，我知道啦，我就喊我同佢打高不比啦，让他高不一抓，都变讲一路考啦，个包啊，更都要包啦。头个还搞没搞智能啊？我那个船灯啊，搞个包搞船里头那灯那有灯子啊，搞船里头那灯啊，有那灯啊讲那个包啊，相对的不噻，办个好没？我得办你好上没？等那灯嘛讲啊，我搞的那扇子都够入档啦，搞要拉熊那也拉熊，冲着搞的念头啦，不噻。罗让那能样拉不是当告，我手术告只在手上，拉他足有相冲，罗让那能样拉开的波难有足不是当告，我手术不是个脑瓜子我手里足，落到那个当告我手术，打到你没得到手术台，我你奥赛的拨到路手术干，准备要我拿手术。我手术呢，一般只要错麻醉，考的是要开工。头脑鼓掌手术到年少鼓掌开工蹲上，推，第一次把刀是那样刀，第一次是把刀是扎地的刀。第一次广告该告只该弄那第一次要我告地得来，第一次广告收杀告只收杀弄那第一次要我告地得扎。第四要我搞，你得扎东头不山弄干搞，我讲我们干地姐。第四要我搞，你得扎东当弄干不山搞，我讲我们都马讲。第四还绕的搞是闹，还人的搞是谁？弄那第四要我搞，你得扎东当不山搞，谁是谁？台上老金几肉的推，多扎浪什么？嘿，你还屁股山嘛拗在顶狗，那拗了好久，咚，那老不对。你老切个好搞出来扎过你得啊！咁啊！嗰啲啲地扎都大啦，那个我知道葫芦啊，搞我葫芦，搞出开那么闹，那么好，那么嘟，但我那是葫芦。对了，我讲的都是包呢，这都是那人们的地扎都当儿在自容造日啊，嘿嘿，要注意啊！告诉人我手术那边没错那个闹。我就查找到到这，找到一提出啊，交着婚礼，老的不那，只因我手术那就问题说那红给么？再老你说讲我讲让等清好等了，一眼干，你喽，干嘛你说那开个滚闹？哎呀，说当时讲吃过来呢，我那个闹的，你说他本来就要过嘛，哎呀过啊，我讲个要么过那个滚闹呢。我这里伢子都找个读书当来，家常都找个做不当来，搞是闹国的还闹当子啊！热
我弄得多垃圾翁，被梦中内弯到梦，朝里得多两家头，梦对梦前鸟大头。为什么共产党被梦才来我到路中内干人他，才来到马路这个多人呢？他忘了，手里绳结谈忘了。苗家人住在高高的山上，最早看见金色的太阳。苗家人住在高高的山上，最早看见银色的月亮。共产党就像金色的太阳和银色的月亮，照亮了苗家人的心。接下来有请观众朋友们欣赏一组综合节目《苗山春花》。为呀，都得叫都你自来走，蓝草对头叫悠悠自在，所有高我将呀水鸟蘑菇来走走，对那家常多，过有自来多。托你明早梦，多茶杯地绕真绕说多，手呀鼓，鼓呀马路高在高瓦口找到，中人木有明早梦，明早梦哎，多茶杯地龙胸龙东多，手呀蓝。过远马路高在高瓦口找到，钟楼常有明早梦，明早梦哎。都听着托你明早梦，多茶杯地绕真绕手多，手呀鼓，鼓呀马路高在高瓦口找高，钟楼木有明早梦，明早梦哎，多茶杯地龙胸龙东多。树呀上，鼓呀马路高在高瓦口找高，钟楼常有明早梦，明早梦哎，操作本领多，手头长，被熬多里总得有银当楼房，能让着你操作的长房啊，生活有银。熬多里多得有你，生了房可以用的你，不能碰你，不能碰。
穿了规定嘛啊，每个包也知道，只包了，你要叫兄当队的最那么在了，奥兄了，当你政策上，改革开放北就行了，哎，被得规定梦了，就是了哈，交工没工数，哎，交工没工多。我乱没乱手，又早又出门我包头，啊，我个最让我在那个，奥兄那个我落光牛，叫到那个最让我的不，我落光个，还不到了往最差，哎，这方面我叫落光个，只要没想你叫我叫落光个，就想。后行政要好个，去家里好完整整容落我家个，我叫还要么顾了，哎，顾我落光了，啊，顾我落光当光手，还让着修到了不拿用，哎，我讲话，那这样子做啊，哎，有日不拿用的么还卡没的呢，哎，只管没包这个没知道还卡最难么哪个，最难么哪要到本章车。有你报备，哎，这个考虑准大多呢，哎，看落丢啊，看上我是落丢是吧？哦，那那过去我这带着一拿张老多，哎呀，我最大到好了，就是最难不补了嘛，你们我想就行了，脑头我知道，我大家过学，最难不拿你，他给我安定到是路道路。我地头大家我地头套，我让你看我不平等的，啊，这样后年才弄你找，啊，这样完了，俺等到这看，我不用到家，我偶尔经常找着到最那么拿吹，那个找着，啊，有当个多路了，我是找不进来，最那么拿，最那么拿。哎，乐啊乐！哎，高我子啊，高走走走，好去，啊，我们来。哎，自己来，自己来。哎，还么样子？来了可是，结果后头。哎，真子。哎，哎呀，啊，才不啷个的，给你摸。干的啥子呢？那就像个那样，说这闹，干子这话，啊，看没老子看来看不闹，啊，我弄个，我看到都是在路上了。哈子这个。啊，小贝贝那样到红军做是长手，到么子看到脚擦着一波走，对到红军做是长拉，到么子看到脚把着一擦，啊，我会在这里不干个。你那个字干还真大？啊，真的嘛。啊，可是真大，看到毛路在了。啊，有的嘛。我那个大到，我们怎么看看嘛？啊，算什么？哎，那个同志还穿着。他给我字啊。我能搞。哦，那那可不能个长子多啦！哎呀，这还是咱不弄算了，你还是我就没得。没问题，我熬给那找就跟闹那个。好对啊，我都给闹了，那我胡闹的，那是闹蛋豆蛋嘞。我请了豆嘞。那我被那巴啦，那豆都蛋来了哈。哎呀，这豆你跟不豆个，这是这么了道路玩。你被你弄只脚套到你桌当的扔了呢？被你弄算了子，哎，这下还被你弄，我偶敢给我打中好被动才打，难道被那给我处理脑蛋的是没用了呀？哎呦，我讲话弄那有长的多路口不漏了，你要是路子走哎，要放着直播在上那我讲话。哎呀，管子头，这提了口不漏，踩着摆头的不啦？我怎么被动脑？那山着，踩你多不啦？哎呀，你差有当了，要多路口不让子来，我讲我呢。对了，么子啊，那妈了。哦，好。我还没干。哎，告诉大家开头站了吗？站你。哎呀，咋呀？要看呢？给我站了。哎呀，没单我嘛，干嘛？回来直播？啊，干嘛？回来直播？直播等啥光？一、二、背、老、四、早、先。
他的我就错呢，根本不让你生活就说嘛，对不？啊，对了嘛呐，这个我可不让你骂啊。哎呀，我懂了，不让你闹。这个断你闹。那，这那么难？跟那可不老了，不要长茶是干肉爱，啊，刚刚个是毛啥？那不要对那是单的，那刚刚个是差个呢，那就干多我讲话。哎呀呀，这到鸟来啦！可你闹我啦，那我后老师要从我鸟来啦。哎，这些我那有干要多啦，要多了注意呢。拜托想了办法。哦，要得想了办法呢。喂，我讲我呢。你想到我？哎呀，知道。想到。哎哥，这老公贼吗？你这想上来了嘛？我那总想我管不得了哈。哎呀，他等着还只管到想到。哎，咋想到了？干了想到了？想到，这他都能害的。华南干门茶，200多南江了，才200多波才知道，我那北京懂得。哎呀，他看差多大只呢，我倒是刚好哦。哎，走啊，我叫他做了呢。哎呀，这要你们了，你得不按嘴的吧？哎，走还是选知道我知好。直接闹啊！我，哎，够了。收到了。啊，我都那蒙头的都那熬背啊，你莫被人妒忌，都那有意多动作，你啊对我对事，莫被都我套路，读书我都娘了，查书呢也光手从手过来了，啊刘罗哈。你应该说，我都应当容忍了。大师啊，知道想做啊，我都那熬为啊，你我弄呢，还只是得卡根啊。他读书鸟，读书一只药啊，他读有鸟，读有来之药。我老公那有这样子么办法？我那有干到到过的，一头都有只头在，我里面一人有一路黑。如果要一路黑的湖呢，能够莫过二位有早一给了没？我往那有干，我将你直播到这啊！如果还得要一路黑的湖呢，莫过那二位有走了一给，我来呢？我哪有干药发直播到这？他们倒是好，侬呢要做到都有一有不行的时候了。我哪有干呢？我也没傻傻过到后边找到没伸手了啊！哎，有一张嘛，一张。哦，杨长弄大嘛。呀。哎，跟妈妈换了要摩托车子了吗？一张，这头呢，我查个看，我后头弄上，丢过哪样子知道？看过哪，闹一等菜一等，男子热茶，闹子热茶，我好大，我没到家，忙忙子错样哎，我都试过那么查过鸟呢。还是要等菜一上肉啊！才弄大。个月没到家，没是错样嘞，搞刷下来摸，刷下来找干头，过年那个叫做弄2弄1，祷告。好，我那个摸个一张。好，给摸。
要听了么那嘛？要的嘛。我那个哪里婆呢？哎呀，这张个大我开个嘛。要闹闹嘞，刚才我那让婆两手那个叫你夫人呢？要了。要的嘛。我嘞，印着那你不老干要用了吗？呀，这是个还那个哎，莫过来猫噻个，我那里婆那早给我几乱个老头。老不拉男都给老抽，梦给想叫他不我，那么个想叫他不过呢？哎，是晓得吧？哎呀，这种现在和那个节目互动了不干什嘛？再来么子？干什了？干么的？给的了老头不老的呢？能上山？啊，来，没打中啊！这顶上漂亮。这是我事啊，什么都给了嘛。哦，好了好了。开庄子的要动了，还能这下子看看。你都给他们是想坏吧？产都可不老。糟糕！来，糟糕，别上了。叶川，哎呀，叶川，给你个干子肉，我都这样的话，你不是肉锅吗？哎呀，给他干子，当着。带路了，那我带路了，老子带着呢。来，我这吃的上去。那我才可以吃得下菜呢。一张我看了那么难吃，吃不下菜。那二种残忍啊！让人出现那一，快莫我做了鸡，对着哪找我那个？我做手多嘞，气脱骨了，气脱骨知道了。是那个是对最江路，俺这过了考中噶，人家江路，俺过考中，我只晓得你好嘞。哪个是气？我说个，一张，我洗过南木了。啊，你瞅瞅的，西中个那多肉么？肉中的草你好。好，本木干一张。没多吃烧烧，没多吃烧烧，土都嫌莫都，莫都啊，啥子手啊？老罗在罗嘞。
请大家掌声热烈一点，有请光临我们今天晚会的各位领导到台上来，与我们的演职人员一起载歌载舞。观众朋友们，掌声热烈一点，有请。光临我们今天晚会的各位领导，请到台上来，与我们的演职人员一起共同歌舞。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晚上文山州苗学会举办的2009春暖苗山文艺晚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我们衷心的祝福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来朋友知了，一种拿自己的领章，毛南北的今天老者在手里上说，绿沙被下顺子做，你在那年北也飞到一种拿自己的领章，他出来好怒好吃，鸟肉熊茶，脑干鸟蓉。好，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晚